后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教育部来规定，高中以下学校延到2月22才来开学。到日今仔日初六第一天来上班，台中市嘛做防疫的整备。环保局的人员针对着学校内底老师甲学生卡的网潮的所在，来喷漂白水来消毒。这个消毒了后，到开学这段期间，校园嘛暂停开放。 环保局人员针对校园内底学生的网潮的所在，比如游乐设施、便所、校门，喷漂白水来消毒。就是小朋友会碰到的地方，因为他们会去触摸游乐设施嘛。过年初六上班头一天，台中市进行校园防疫整备。今年因为疫情，教育部规定高中以下学校延后到2月22开学。 为了避免疫情生团，17号到21号期间，校园暂停开放，民众进入。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，把所辖管的386所学校全面的要进行消毒跟清洁工作。17到21号呢，我们呢就请我们的市民朋友，大家能够配合我们校园这段时间呢就暂停开放。环保局计划出动1200人进行消毒。 校方嘛伫校门打广告，希望民众配合防疫。伫这段期间，莫进入校园，让老师和学生5天了后会使安心开学上课。